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回面希望大家会当领用麦放下，互因一个温暖的厝。嘛，多谢大家甲回面做伙讨论动保议题。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大家在顶面甲我分享。咱后盖见，拜拜。啊，多谢啊。多谢你啊。加在你甲动保处还有收容所的志工成功好，这个直播才会当这样顺利，多谢你。这我定来，甲因拢真熟。讲到要直播宣导动保，大家拢真愿意斗相共。所以你嘛介意动物啦？对啊，我伫英国的时阵，就定来去参观流浪动物收容所的运作。我对动保的议题一向真有兴趣。所以这个我才会坚持甲动保议题放在政见内底。就是希望台湾所有流浪的动物，拢会当有尊严和对待。你要创啥？你目睭物件，莫叮当，莫叮当，我替你用，目睭客客。哦。好啊，是一只猫，可能是拄只目到的。拄只可能无注意到，多谢。你拄只直播伤欢喜啊！会当变选举，阁会当做遮尔有意义的代志，当然欢喜啊！那呢，我要讲另外一件更较值得欢喜的代志。我拄则接到民调公司的电话，你的支持率超过对手20%啊！真是的哦！恭喜你，慧敏，你我向党提名向前一大步啊！我就知影，今仔日一定会有好代志发生。慧敏，我请你食饭好不好？好啊。安尼行啦。中破菜套餐、进喜亚套餐。好，多谢，多谢。慧敏，恭喜你，先祝你顺利得到党提名。选战无拍到最后，啥拢无法度保证啊。不管安怎，我心肝内上优秀的议员，敢若你尔。哎，慧敏。有人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伊是我的男朋友刘友仁，这位是张俊清。张先生你好。俊清，歹势呢，因为我甲友仁本来就约好啊，所以我想讲规日大家做伙食饭，你应该无要紧哈。当然袂啊，人多较热闹啦。哎，你点什么？中破西套餐。安尼我嘛同款。搁一份中破西套餐。好，多谢。俊清，我听慧敏讲，选举你甲伊斗相共真济。我身为慧敏的男朋友，真正会多谢你这样照顾伊。应该啦。来，沙拉这大盘的呢？
咱会做伙食。好啊。你紧食，我家己来。好啊。什么代志这么欢喜啊？我即摆才知影，原来你食醋的时阵会对我特别好，会甲我分享沙拉，甲替我切牛排，所以我决定啊，以后我要定定找俊清，甲咱做伙食饭。我什么时阵食醋啊？拄则只是配合演戏呢。哎哟，歹势啦！我就是惊伊食蛇甲以外，所以才会找你来替我解围啊。要毋过伊看我的眼神有淡薄仔歹，我感觉伊是真心想要追求你。干嘛呢？你放心啦，咱家做伙食过饭，伊应该死死嘛。要毋过我感觉伊袂遮尔简单就退让。你啊，佮又佮夹啦，佮讲你无食醋。啥？哦，有我的未婚夫。喂，你好，江先生。送幼儿去病院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幼儿伊安怎？伊感冒昏倒啊。慧敏，歹势，咱按堂以后约会爱取消啊。还是我先送你回去，我才去台北看幼儿。无要紧啦，你直接过去，我家己叫车转去。你顺便替我家问好，有啥物问题你再敲我。好，你家己说哩，我先来去。咱拢已经等点半钟啊，一人会还未开完。我头拄10分钟之前有传信息给伊的秘书索尼娅，也毋过无回。直接敲予伊。哦好。歹势，你是兴华的人是毋？是。下轮甲恁的会议要取消。哈？阮拢等遮久啊，你即马才讲要取消？伊本来有安排8点钟的休困时间要甲恁见面，也毋过前一个会议实在开伤久啊，后一个行程阁是真重要的彩排，所以下轮拄则已经先出发啦。真歹势，我要先离开啊，才联络。哪有这款人啦？恁的时间是时间，我的时间都毋是时间哦。我实在是，总干毋是咧，这件代志是我无联络好。还毋是你会问到你回信咧创啥？哦，原来我伫你的目睭内这尔歹斗阵。无啦，我只是讲，我骂人嘛是会讲道理的，只甲你无毋对。多谢总监。行啦。好。喂。哈？你等我一下，我看卖你。迄条真好，速度来要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吼。麻烦你啊，顺清。阿伯，遮尔晚加班哦？对啊，在准备一寡宣传资料。什么资料啊？哦。就是一寡阮今日去动物收容所直播翕的相片，还有收集的资料。这会面我交代几落摆啊，莫舞这寡有诶无诶，对选举无帮助，无采时间。伊咧内底是无啦，伊甲朋友约好啊，所以先走啊。朋友是真友联是无？阿伯。这位张先生，就是慧敏的男朋友吼。慧敏哪有啥物男朋友啦？就算有，嘛是分手的前男朋友。
也毋过我看因的感情敢若足好诶。阿伯，这个张友莲，互你遮尔袂放心是无？哎，讲起来话头长啦，先莫讲这啊。你咧，你这阵啊定来甲慧敏斗阵，你感觉是啥款？老实甲你讲，我真欣赏慧敏。其实我看会出来，你对慧敏有意思。有你陪伫伊的身躯边，我放心。你看今日的民调，就知影你真拍拼。我感觉还有真大的进步空间。我当去甲阮爸讨论一下，请伊互我搁较侪资源。初选若是当甲所有对手压落底，以后慧敏选举的气势一定会提悬真济。有企图心。好，你伫身躯边陪伊，爱影响伊，莫互伊甲不得不切人做伙。阿伯，你放心，我会用我家己的方式保护慧敏。好，迄个张友莲，我绝对袂互伊甲慧敏高高甜。我一定会徛伫你这边。多谢阿伯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先来走，我送你。免，你无用啦。你哪伫遮？我拄好伫附近，张友莲叫我来看你。我来了。一个感冒会当拖到安尼，你嘛真熬呢。你若兄讲伊要到位啊？我无叫恁来啊，我家己会用照顾我家己，你会用转去啊？你要去倒位？水江林河？倒来啦，小姐。你感冒，伊伫化疗，记敏感透冻。想袂到你会做这款代志。什么代志？照顾江林河啊！这你嘛要管哦？我才无想要管呢。我只是有够好奇，张外阁有遮尔啊戆，也是浪漫过头啊！江林河身体拢安尼啊，为什么阁想要嫁予伊？浪漫过头。对啦，我就是这么不幸整到阮爸。所以阮爸才会在恁妈丢感的时阵，无顾一切带入门。你唬唔对啊！阮妈是后来才丢感的。陈文琪，敢讲你唔知影恁妈搁结婚的时阵，就已经破病啊？阮妈迄个时阵身体明明就好好，你是发烧发到头壳歹去的，连时间都唬唔对啊！这个代志我也遐知影。你也唔知影，伊就是因为安尼才甲你分手的。伊会甲我分手，明明就是因为甲伊着饲慧敏啊！看来你真正啥物拢唔知影。我唔知影啥，你讲互清楚。张婉，你甲话讲互清楚，唔知影啥物。伊拄则讲的敢是真实的？我搁问你一解，张友婉拄则讲的敢是真实的？是。文琪，你听我解说。解说？你敢袂嫌伤慢？
搁徛伫遮创啥？去遛啊！文琪，等下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退休哦，有人，你姨妈敢有要赶转来？哦。你开车较细滴，咱明仔载讲。拜。爸，你转来啊？这晚甲谁讲电话啊？无啊，就一个朋友啊。爸，民调出来啊，你敢知影？我看过啊，真好。也毋过袂当放轻松，最后2天啊，也是要加油。我知影，你连甲俊清拢讲同款的话啊。讲到俊清，你感觉伊啥款？伊哦，真好啊！甲我斗相共足多，是一个袂歹的竞选助理。你明明知影我想要问的毋是这啦。既然感觉伊真好，咱毋介意甲阮看卖咧。咱家实力真强，咱两家势力若是联合起来，到时阵莫讲你议员选一条，连我立委同款是稳当当啊。我无想要甲男女之间的关系甲我的选举绑做伙。你无想要安尼，也毋过咱家对你有期待。我甲俊清已经讲清楚啊，阮两个只是普通朋友，伊会甲因爸这毋是讲。恁两个讲好，或者是毋好，都会当决定的。你想看觅咧？你的选情是向道相共的，若毋是詹撇贤为着俊清，你感觉你会当选甲遐尔轻松是无？卡输选举爱靠这种方式才选会掉，我规气卖选啊！你来讲什么废话啊？起码这个时阵，你甲我讲你袂爱选啊，我想无你哪有这么戆的想法啊？拢是因为你一直逼我啊！我知影，拢是因为张友莲。恁若是当清气啊，就什么问题拢无啦。我无讲到张友莲哦，你根本也莫甲伊牵拖入吧？我甲你讲，这届选举无法度回头啊！咱家的势力已经入来啊！你了准要踢开，就当甲人踢开是无？莫结果颠倒去互人误视，我到时阵看你要安怎选。好好想看觅。好啊啦，我无代志，你紧回去休困。你毋是感冒啊？我感冒早就好啊，这2天我拢无拄到后用医生，毋知影你这届化疗互我啥款？啊，我等下去病院找医看。毋免啊，伊有来看我，伊讲即届治疗阁袂歹。你看，我即摆精神敢毋是真好？你看，我就甲你讲，治疗一定会有效。后壁迄顶面床，敢是？我想讲要来甲你做伙住，安尼才会当好好照顾你。张友啊，江林豪，你袂用拒绝我。巴肚是毋是啊？我去甲你煮食。
对啊，这是我给的米批，你摕去。摕去啦！哦，你毋是要把我入来照顾阮爸？你若是假感冒，你就稳死啊！多谢。总监，我头拄联络到索尼啊，伊讲这礼拜一定会互 Alan 排时间甲咱见面。多谢。你是安怎？安尼，我先替你确认。歹势，这边请问齐小姐敢有伫？你出来啦？你好，我就是，请问你是？小姐你好，我是周刊记者，我姓罗，我有问题想要甲你请教。内底啥？我添咖啡互你啉。免啦，我的问题真简单。我遮有一张相片，我想要问齐小姐，相片内底人敢是你？歹势哈，你问唔应该对啊？无问唔对啊！这相片内底的人敢毋是你？这相片是我问唔对，要毋过所以你甲这张，詹俊清等咧交往时，为相片来看恁真亲密，根本就亲像咱女朋友共款。阮只是普通同事，请你莫用一张角度奇怪的相片来编故事，好无？真歹势，阮负责回答选择以外问题。是詹先生哦。好啊，安尼我问选择的问题。听讲初选詹撇现认为有斗相共，所以齐小姐会当得到袂歹的成绩，是毋是因为詹齐两家要结亲情，所以特别安排詹先生来齐小姐的办公室斗相共？你敢袂？你实在是想伤济啊！咱甲齐家做伙为地方的选民服务，这是选民的福气，嘛是大家希望看到的。歹势，安尼相片要安怎解说？请你转去啦。詹先生，这个问题无法度回答是。歹势哦，可是你需要请我回面，你会当搁讲我时间。相片时间咱就安尼，多谢你，多谢。你应该当回答吧？辛苦啊，辛苦啊！记者大哥辛苦啊！佮请你替我翕一张相片，多谢哈。慧敏，是的，我毋知代志哪会变到安尼。那就是你啦，这也毋是你的唔对啊。这张相片是安怎？若是公开，大家就会对遐讲来讲去啊。我拄则有去拜托迄位记者，请伊言归共法句，尽量莫影响到党内初选。为了较保险咧，我等下就去找因主编。我出去一下。我无法度继续甲你做伙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介意的人啊。敢讲你毋知影你妈搁结婚的时阵，就已经破病啊？这件代志我也遐知影，伊就是因为安尼才甲你分手的。对我对这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是。原来，伊当初毋是因为介意别人才甲我分手，安尼，伊心内敢也有我？啊，煞煞去，直接去问清楚。
有人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慧敏，那雄雄来啊？有人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安怎啊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拄则就看记者来办公室找我嘛毋知影因是安怎翕到我甲俊清的相片，因想要用相片来插新闻，也毋过马上就要倒来初选啦。这个时阵我安怎解释拢毋对，万一相片出来啊，你千万莫生气，200%毋是真实的。是什么相片，互你这么紧张啊？就是一张角度真奇怪的相片，其实是我甲俊清在讲话，我嘛毋知影因是安怎翕的，翕个敢若真是有啥物共款。看你紧张甲安尼，只是一张相片尔，有啥物通好误会？毋管啦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爱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啊！之前我看到你甲张俊清拜票的新闻，我嘛无要紧啊。拢做伙遮尔侪年啊，我哪会互这种代志影响？我袂悠哉周刊伊写这个问题，等初选了后，我一定会解释清楚。我就惊你看到相片会无欢喜。慧敏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嘛要对我有信心。有人，多谢你哦。多谢什么啊？好啊，莫阁烦恼啊！我先祝你顺利得到提名，到时阵你爱甲时间留落来互我要甲你庆功。有人，你毋免送我，你无用啦。好啦，安尼你若有代志敲互我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请入来。你拄则是毋是有代志要找我？敢无？无啊。哦，无。哦，敢若有啦。也毋过为啥要找你？我已经想袂起来啊。不一定是啥物重要代志。好。哦，对啦，因后我要等去陪阿嬷食饭，也毋过我会车送去保养啊，等下敢会当坐你的车？好，安尼我物件款款的就来找你。敢要来啉一杯咖啡啊？以后我要等去陪阿嬷食饭，林刚啦。
敢想到啊？啊？想到啥？拄则咧公司，你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？啊，我就甲你讲，我想袂起来，恁来过一定吗？等我有闲才甲你讲啦。嗯。这条毋是长去的路啊，恁哪雄雄行这条？哦，咱先去遮有利下课。为什么咱爱先去食米啊？阿兄甲阿姊接小弟下课，真正常啊。阿妈，阮转来啊！阿妈，文琪呀，哎，你来甲幽莲甲幽莲做伙转啊？阿妈，啊？我是来甲你会师的。啊？顶间我讲一寡话，伤超过啊，你一定足艰苦的。歹势啦，你巴顿看原谅我好无？你这个公孙哦，甲阿嬷讲什么死的啦？恁这孙啊，毋管是查甫也是查某，拢是阿嬷心肝宝贝，阿嬷拢总疼，无大细心。是啊，有利嘛是咱两个人的亲小弟，所以以后毋管是长家还是当家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这是袂改变。对啊，以后吼，你若阁讲什么长家、单家，阿嬷吼就敢拍卡村。知影啦。啊对啦，啊你甲文玲敢好好啊？我甲伊无代志啊啦。安尼阿嬷就放心啊啦。恁吼会用做姐妹啊，迄是缘分呢哈。啊，有啥物代志等用讲的就好啊，毋通冤家。人讲哦，相拍恨无力，相骂是恨无话。有时阵是会生气起性的，讲话出嘴吼收袂转啊，会伤着恁姐妹仔的感情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。安尼好啦，啊是讲吼，迄过去来莫讲啊，莫讲啊，咱吼讲欢喜的代志啊，来食饭啊哈，食饭啦，来食饭啦，来阿嬷阿嬷来啦。哎呀，你坐阿嬷内底就好啊啦，有你，啦，来食饭啊哦，来，多谢阿妈。阿妈，我问你哦，爸甲迄只是毋是无伫咧厝诶？哦，啊，恁爸就讲既然无要办婚礼，伊就要带迄个舅舅去环岛旅行啦。我无意见啊，下晡因就出去啊。哦，阿妈，袂歹哦，安尼就毋免甲伊伫遐晒牛照甲。有理啦，阿嬷毋是甲你讲过啊？搁较安怎讨厌伊？伊嘛是长辈，袂安尼无礼貌。哦啦，我知影啦。阿妈，今日大姊喊你转来，你毋免去夹菜哦。对吼，啊无阿嬷即摆来炒啊，阿嬷先来做去啊，阿嬷。要麻烦啊。文琪已经有准备啊。啊，你有准备啊？你准备啥呀？讲人人教，等我者。哦，你敲电话订菜哦？你什么好料的呀？交环，来大兄来，欢迎。交环，你来啊！哎有呀，礼就老的啦，来，你坐门边边啦，炸什么好料啊？我去摕碗碟互你。我知影今日大家要做伙食饭，我就带沙拉、哦，香菜，也搁有意大利面。足好诶，阿妈，安尼有够咱食。有啦，有够啊啦，哦，就澎湃啦。交环啊，手艺真正袂歹。之前咱咧家边遐聚餐，我就思思念念。你今日来了拄啊好，我愿意食好料的啊。阿妈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意大利面哦，真正不离啊，赞！这阿嬷知啦，我嘛是无食过啊。阿咪，你看这菜有红色、青色、活水的，搁有营养。来，加吃来，来，哇，好食好食呢。配菜。你是安怎？无安怎？对啦，有莲啦哈。我听讲有个感冒最严重是。我早起有打电话给伊，已经好真济啊。哦。哎哟，这查某囡仔实在袂晓照顾家己呢哈。啊对啦，伊迄个男朋友叫什么名？我哪会袂记哈？林豪。对，林豪。
伊甲迄个林豪做伙已经真久啊，两个感情我看嘛不哩啊好啊，哪会到即摆还袂结婚啊？是发生什么问题是？啊，阿嬷，你这个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就是迄种无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哦，啊，你莫敲电话去甲人催哦，到时阵催甲人想要结婚拢袂当结啦，吼。哦，不会啦，我唔敢，我即摆拢唔敢甲恁催啊吼。啊，恁两个若像即摆安尼吼，恁着好好啊做伙过着做欢喜啊，毋莫常常互我惊，好无？像即摆你来遮食饭啦吼，人家阿嬷就厝内招招的去你遐食饭，然后换你来遮食饭，再换阮去你遐食饭，你看安尼偌好着对无？啊，安尼行来行去就闹的咧啊，对无？阿嬷，啊，我顶摆讲的是真实的，我甲交换真是无伫讲。我知影你有讲啊，啊，你讲恁两个是朋友啊，男朋友嘛是朋友啊。我甲伊连朋友拢毋是，就是我开机车来演员。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讲恁两个是朋友啊，男朋友嘛是朋友啊。我甲伊连朋友拢毋是，就是我开机车来演员。啊？交换，你甲阿嬷讲一个啦，无伊袂相信我。文琪讲了我毋对，我是伊经过经纪公司出来临时演员。男朋友会当用演的哦？哈？恁两个即摆是咧算倒一出啦哈？就顶开自产的时阵，我无想要互大家知影我无男朋友，我就请交换来陪我演一出戏。我只是无想到这出戏会一直演到今嘛。所以，恁今日倒来食饭，嘛是咧演互我看的哦。阿嬷，是的，我毋是挑工要骗你的，假使互你感觉真艰苦，我伫遮甲你开释的。安尼，既然代志拢讲清楚，我先来走。交换你大兄，歹势，有哩，歹势。阿嬷，是的，真欢喜识在大家，再见。交换，哪会变安尼啊？毋对啊，大姊，我愈想愈毋对，交换哥哪有可能是演的？伊搁开时间陪阿嬷，而且陪我拍电动，搁煮物件互咱食。你到底是富裕偌济，伊爱演到安尼啊？忘记伊，你条件遮尔好，你会用好啊去找一个男朋友，你何必安尼骗阮呢？你讲你惊阿嬷念，所以你找交换做你的男朋友来骗阮，即摆安怎？戏演员啊，无法度演落去啊，无爱演啊，就无代食心。啊我咧，我甲交换当作是我的亲孙婿共款，安尼听安尼笑。我恁啊期待恁两个紧结婚，你知无？你即摆甲我讲恁两个是假，你敢知阿嬷心肝内有偌艰苦啊？阿嬷，是的啦，是我袂晓想。好啊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你实在唔爱讲啊啦。
讲啥嘛无路用啦！恁这囡仔到底是安怎啦？哦，大姊，你甲交番哥的感情是假的，毋过咱兜的来好小姐对伊是真爱呢。好啊，这才好啊，阁有人失恋啊！唉，来好小姐，你阁有我啊，我嘛是真爱呢。文琪，歹势，我即嘛无甲安尼，你欢喜啊吼？文琪，你先听我讲。好，你讲。阁不爱讲就行，安尼我讲。张友呢？你阁真正是用心良苦，先带去接友呢，阁专工找交番来厝内，安怎？你是惊我知影我甲你分手真正的原因，会想要阁甲你做伙心？我甲友烈想法同款，阮拢感觉交番毋是在甲你演戏，无伊袂对你遮尔好。我家己的感情我会晓家己处理。还阁有，咱是甲过去的代志讲开啊，无毋对。还阁无代表我着接受你做外兄。就算咱有一个亲小弟嘛，共款。我敢会当入去？你来袂问我今仔日要啉啥？我休困啊，较早你真是想要啉，加钱，就会当买我的服务。我是来甲你会师的。为什么啊？你敢有做毋对？我拄则讲了伤超过啊！你老实甲亲人讲真好啊，只是你后摆要演这种戏的时阵，敢有当先甲我排练一下，继续嘛先讲好，而且我更有同意要接这个 case。是嘞，我总算知影，当初伊甲我分开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我妈着癌，因我伫这进前，我一直抓准是伊反背我，所以我就做一定要过得比伊搁较幸福。因我即马，我搁牵你的手，继续伫伊面头前过幸福，就无意义啊。所以即马是你原谅伊啊，然后你搁介意伊，就叫伊约我过去，然后你伫伊的面头前讲咱是假的，好宣布你独身。毋是，今仔日找你去的是张友莲家己的想法，我根本毋知你会来。恁的表演收过未？我真是看无。我知影我伤害着你，你有资格生气，这我了解。要不咱本来就计划要分手，计划真久，敢毋是？也毋是今日才雄雄想到的，这是一直找无好的时机啊！菲利一直以来拢是你讲了准算。对，我讲了准算，因为咱本来就是假的男女朋友。我知我害你感情抗伤济，你一定足艰苦的，所以即马才会来找你会师的啊！所以你开始要紧我的感受啊！安尼你敢知影我会遮尔艰苦？是因为我真是真介意你，这种感受你敢清楚啊？我袂介意你，我对你无感觉，咱就只是朋友。敢才是一点仔感觉都无？无。
我讲无就是无。你甲徐慧敏到底是安怎？为什么用媒体报迄款新闻，而且迄张相片看起阮来？无安怎，拍选战会拄到什么手段，我真清楚。真相伫车，有人无可能做死款代志伤害我。要毋过即马新闻传到安尼，已经影响选民对你的看法。卡斯有第三者，迄个人绝对无可能是张雨莲。你应该拍摄郑丽姐，你真正毋是甲我讲，你袂因为即款代志误会我？阁有什么办法？是比徛出来讲出真相阁较好的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